主后2024年8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当号角吹响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历代志下卷》13章第1节到22节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18年，阿比亚做犹大王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伊老母叫做米该雅，是基比亚人亚列的查某囝。阿比雅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。阿比雅带40万精兵出战，耶罗波安嘛带80万特选的兵迎战。阿比雅徛伫约法莲山区的西马念山，讲：耶罗波安甲以色列人民着听我讲，恁应该知，上主以色列上帝有甲大比立未废除的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予大比甲伊的子孙。毋过，大比的囝所罗门的人臣尼八的囝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伊的主人，伊召集一寡无路用的匪类，公然对抗所罗门的囝罗波安。迄时，罗波安还少年无经验，袂当抵抗因。当恁靠恁人多，声势大，阁有耶罗波安为恁做的金牛仔做声明，要反抗大比的子孙所治理上主的国。恁敢毋是将上主的祭司阿伦的子孙甲利未人赶走，照外国人的做法，家己设立祭司，甚至无论什么人牵一只牛犅仔甲7只绵羊犅来，恁就甲伊设立做所谓神明的祭司。毋过阮咧，上主是阮的上帝，阮无去杀伊，阮有祭司阿伦的子孙甲利未人伫执行服侍上主的职务。逐日早暗，阮献烧化祭，烧芳香，伫纯金的桌摆献祭的饼予上主。逐营搁点金灯台的灯，因为阮遵守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。毋过恁去杀伊，看咧，上主甲阮同在，搁领导阮。阮的祭司嘛大声歕喇叭要攻击恁。以色列人啊，毋通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交战，因为恁一定袂赢。耶罗波安调一部分的兵伫犹大人的后面埋伏，伊的军队对正面进攻。犹大人回头看，看到因前后受包围，就求叫上主。祭司嘛歕喇叭，犹大人就大声喊进攻。因大声喊的时，上帝就伫阿比雅甲犹大人的面前拍败耶罗波安甲以色列的军队。以色列人伫犹大人的面前逃走，上帝将因交伫犹大人的手。阿比雅甲伊的军队大胜利，以色列人特选的兵受杀死的有50万。以色列人受制服，犹大人得胜，因为因倚靠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阿比雅对入耶罗波安，攻取伊几若个城，就是伯特利、亚沙那、以弗伦，以及这个城附近的庄舍。阿比雅在位的时，耶罗波安无搁再强盛，上主拍耶罗波安，伊就死。阿比雅渐渐强盛，伊有某14个，囝22个，查某囝16个。阿比雅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行所做，拢记载伫先知约多的评论集。
当号角吹响，某一天，我的手机接到一个信息：牧师请教，基督徒买厝敢有啥物禁忌？一时我无法度甲回答。无久以后，佫传来信息，朋友讲，假使买第三间厝，会担两边厝的债务。我还在迟疑安怎回答的时，对方佫传来讲，赶紧甲我回答，感谢，我已经得要下定金。即声我也插一条，因为我毋捌听过基督徒买厝还着注意啥物禁忌。事后想想咧，这显然是用利益作为信仰的目的，已经沦为一种偶像崇拜。伫旧约的以色列历史中，就揭示了正宗伫真侪敬虔的人心中即种扭曲的欲望，企图透过敬拜，互上帝来服侍家己。犹大王阿比亚甲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之间的战争，就凸显即种虚假甲真实敬拜的差异。当犹大王阿比亚率领40万大军对阵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率领的80万大军的时，对犹大军队来讲，这差不多是一场无胜算的战役。无拍算，伫两军对峙之时，阿比亚王上西马念山向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话讲：以色列人毋通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交战，因为恁一定袂赢。阿比亚提醒，以色列将面临战败的原因是，以色列过去背离了上帝甲大卫立下袂当毁坏的约，呾佫仿效外邦人用金牛来取代上帝，任意指派人做祭司，背离摩西的律例。因为安尼，将来上帝会甲犹大军队同在，以色列军队一定袂当得胜。果然，犹大军队虽然互以色列大军团团包围，但是当犹大的祭司吹响号角的时，上帝甲犹大军队同在，互因击败以色列军队，佮占领因的城池。真显然，犹大国即次的胜利，原因在于因遵守大卫之约，遵行上帝的诫命，用洁净的祭仪来敬拜上帝。以色列国背弃甲上帝的约定，用外邦人的神明来取代上帝。耶罗波安的军队看起来若像比阿比亚的军队还较强盛，但是伫上帝看来，却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阿比亚指出，耶罗波安的军队者只是罗马甲无赖的结合，若是信仰只是乌斗白斗宗教混合体，今仔日世俗化的挑战，差不多也是基督徒甲教会需要面对的。拄亲像约翰福音第4章，耶稣和迄位撒玛利亚妇人伫井边的对谈。耶稣甲迄个妇人讲，撒玛利亚人毋知影因拜是啥，只有犹太人知影因拜是啥，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来的。将来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就会当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。昔日耶稣诚做撒玛利亚妇人性命的活水，现今伊也要诚做你我性命的活水，互咱会当赢过即世界的一切挑战。默想，伫面对强弱悬殊的态势时，
我安怎倚靠上帝得到胜利？伫面对种种现实的态势时，我安怎倚靠上帝得胜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坚定我的心，我独独倚靠你。就算伫危难中，也会当找向合格，寻求你的同在，藏踮你的内面，互你来为我征战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